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这一季疫苗注射变成全民运动，对于疫苗分装还有事前保存跟准备，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群创光电与奇美医学中心共同开发智能疫苗剂量分装机以及 BNT 疫苗瓶翻转机，透过自动化设备协助疫苗注射站提高效率、更安全。为加强防疫，政府与各大医疗院所都会加开大型的疫苗施打站。其中，因为辉瑞 BNT 是浓缩剂量的疫苗，接种作业比较复杂，护理人员必须稀释、重复抽吸与摇晃。为了减轻工作人员负担，奇美医学中心与群创光电共同合作，开发智能疫苗剂量分装机与 BNT 疫苗瓶的翻转机，希望减轻医护人员负担。我想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疫苗的注射是一个防疫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的疫苗种类相当多，那这个抽取疫苗，医护人员也都是希望能够多抽一剂，多打一位哈。所以这个剂量的精准度相当的重要。那群创光电呢，他们在世界的大厂呢，他们看到他们可以帮忙这个防疫。所以就构思了这个智能的疫苗剂量分装机，那这个可以减少很多这个医护人员的辛劳。在精益求精里面呢，院长也鼓励创新，所以由林首席带队，把他的点子，把我们医护人员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痛点告诉我们。那我们群创光电本着我们是自己是面板大厂，用在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国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防卫我们的防疫体系。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把我们这个成果展现给国人。那我们不仅是只有在台湾，我们希望把这个做好，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然后协助全球来做防疫工作。群创光电以面板产业专业，提供第一线医疗人员高精密专业医疗的面板。尤其这台智能疫苗剂量分装机，不但具有作业安全、容量正确，而且生产时间一致、简单操作等6大特点。不管是什么疫苗，经过面板的设定都能够分装。日前在台南市副市长戴谦的见证下，群创光电也将首件的设备捐赠给奇美医学中心，并投入正式启用。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市三民区的河堤社区内配合的灯会活动，也有一个小灯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到这里来打卡拍照。而主办这次活动的河堤商圈更是想出好几招振兴店家的方法，现在就带您来一探究竟。五颜六色的彩色灯笼悬挂在社区里，一到夜晚灯光打亮，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是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河堤社区，河堤商圈召集里长以及里内人士，共同打造社区的打卡亮点。很多都是小孩子画的，大人只是补一些妆而已，所以合体起来，大家参与的小朋友跟家长都会出来欣赏他们的作品。刚好我们高雄这个承办今年的台湾灯会那由我们三民区公所发起，结合我们河堤社区发展协会跟结合我们的河堤商圈，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的最漂亮、媲美所谓的巴黎的香榭大道的明哲路，我们要把它打造成所谓的三民区的打卡点。五花八门的异国料理在河堤社区随处可见，多国美食的盛况已然成为社区的一大特色。因此，河堤商圈发展协会也在去年成立。如果说在地的高雄人超过50岁的都知道我们这边是一个异国风情跟音乐为主的一个社区组合所以我们这边是结合了异国风味的餐厅，还有在地的这个餐厅都有。在疫情期间，对于餐饮业者的打击特别大。虽然商圈刚刚成立，但也马上想出好几种方案来协助店家振兴经济。理事长甚至自掏腰包发放河堤商圈券，搭上振兴券的热潮，吸引顾客上门。我们为了鼓励我们在地的居民来照顾我们这边在地的店家，所以我们协会拨了将近快10万块给这些店家，让我们的居民来消费可以有5%的折扣。那这5%的折扣是由我们
协会来做吸收。他每年都会举办那个我们社区的一些商圈一些活动，那一天生意就会特别的好。然后过来说，他们也因为最近振兴嘛，他们也有发我们的合体的商圈券，有蛮多顾客会拿这个券，然后直接找就是可以核销的店家来消费。商圈成立1年以来，店家们感受良多，社区配合商圈一起办活动，不但让气氛都热闹了起来，也成功让消费落地。记者林嘉义、潘之光高雄报道。创世基金会台南院日前邀请台南在地媳妇艺人张秀清前往永康区到宅服务个案的蔡家，为中风成为植物人的阿玉与日夜照顾他1整年的另一半献唱情歌，传递正能量，为两人加油打气。一起来了解这段感人的故事吧。去年1月因脑中风失去意识的阿玉，不幸成为植物人。不过先生不离不弃的照顾和创世基金会到宅协助，虽然现在还无法说话，不过这2个月来状况越来越好。这段像奇迹似的恢复，以及为人丈夫浓浓的爱情力量，感动艺人张秀清到场，想要认他做大哥，也用《老公》这一首歌代替爱妻献给他。特别在情人节当天，见证今生做夫妻最好的模样。一粒心为一人有偌久，会当为情无怨弄，为爱做选择，不是阮冲动，甘愿将生命交在你手中，咱是真济约束，今生要相逢。创世基金会甲我讲，我半暝半嘛要来。做好做好，这个社会就是需要你安尼这个榜样吼。今仔日迄落情人节，这其实我就是恁的礼物。我都应该甲你包一个礼物吼，就安尼 surprise。足感动的，所以其实你来看吼，即马疫情安尼，大家心情拢就是比较，大家其实这个时候更要互相扶持，尤其是翁仔某。在创世基金会的安排，蔡先生也是结婚34年来第一次送花，加上张秀清到场祝福，用歌声来刺激，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场面相当温馨。出来时阵是，他可以听有，他可以听声音里倒哦，伊有骨头背看，目睭但是伊无眼神，眼睛空洞的一直转，然后再慢慢，因为那护理师这医生讲你爱用声，声好听，你要听音乐啦，看电视拢无要紧，保持迄个声音，然后一直刺激他，安尼。根据了解，创世台南分院目前投入植物人到宅服务已经大约有200位，而且都是免费，也感受到每一位扶助家庭背后辛酸的故事。不过担心受疫情冲击，捐款减少影响服务，所以推出日行一善，希望帮助植物人1天300元的营养餐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各位企业或善事，或者是就是乡亲们，能够协助我们日行一善这个活动。那每一个人次的那个经费是300元，那希望大家共襄盛举那支持我们的日行一善活动。这么有意义的情人节故事，创世也希望提供给社会正面的力量，成为支持家属最大的后盾。记者顾恩吉和乔邦台南报道。近期高雄涌入许多观光客，都是慕台湾灯会之名而来。而在五福路上的玫瑰天主堂也成为另外一个打卡热点。当地里长就表示，希望接下来的人潮能够持续带动周边店家的业绩，让在地业者也能跟到灯会财。在五福路上最近有个打卡热点，那就是玫瑰天主堂。特殊造型的建筑与充满氛围感的场域，在灯会期间也吸引到观光客前来看了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个一些光束。那因为在 Google 地图上面发现这个地方，那就进来了解参观一下。
特别从桃园南下来看灯会，另外也到了这里拍照，感受异国风情。前天区博校里长方文杰也提到，灯会期间爱河周边多了许多的观光客，而附近呢也有许多景点值得大家实地走访。每到星期五、星期六晚上呢，我们这里的人潮都暴增。那尤其是我们附近啊，像这边的话，有 U-Bike 的使用，也使用率非常的高。那其他邻近周边的景点，包含我们的玫瑰天主教堂，那我们整个爱河湾这边，平常白天的人数也明显的增加。近期爱河湾无人机的展演讨论度相当高，里长也提到，希望这样的灯会能够持续带动人潮，在接下来的228连续假期创造商机。我们也非常的希望可以带动我们当地的餐饮业。因为疫情之前也这么久了，那有这样子大型的活动呢，能够带动前金区。而里长也透露，灯会期间社区虽然热闹，但因为交通管制也多少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透过滚动式的调整，不仅提供观光客优质的灯会交通，也降低对里内的影响，让高雄灯会能够更加圆满。记者李嘉龙、潘文玉高雄报道。强攻亲子旅游市场，星级饭店结合乐园业者，推出入住指定房型就送乐园门票的专案，减少爸爸妈妈规划旅游行程的烦恼，让大人轻松，小孩也开心。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即日起至4月10日期间推出亲子乐游假期专案，只要入住指定房型，不但可以在饭店房间内感受亲子露营的趣味，还能享受饭店 buffet 早餐。不止这些，远东饭店还与乐园业者合作，推出户外游乐园，或者是驾驶知名漫画造型的车辆，在百货内闯关。2种门票提供消费者选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百货公司可以玩过这些就是车子啊之类，还有一些饭店内的一些帐篷，然后我觉得非常棒。能玩这个车，然后也可以去住饭店，就感觉非常的棒。对。那你对哪一项设施最印象深刻？就这一个啊，在这边开车能让小朋友体验到加油然后洗车的感觉，而且外面有很多好玩的设施，很推荐大家去玩哦。在开春之际，我们也推出了一个亲子乐游假期哦。那这个乐游假期，只要是入住我们的15坪的尊龙客房呢，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就可以让客人选择选择是室内的Super Wing， 就是交通小乐园，或者是说户外的儿童乐园设施。那这个活动我们特别跟麻果移动乐园去做一个合作，希望带给家长来到台南这边来旅游，家长可以轻松的在饭店休息，那小朋友也可以在游乐设施玩得非常的尽兴哦。所以当小朋友来到这边跟爸爸妈妈玩，那也可以在室内乐园，那也可以跟家长去一个互动，所以这个专案是非常有趣，充满欢乐。亲子乐游假期专案，让大人小孩在饭店内就可以享受到像是来到游乐园一样的假期。不但孩子可以开心放电，大人也能心情放松，相信一定会让亲子家庭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假期。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让长辈走出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雄林雅的英明里长每个礼拜都精心的安排课程，让长辈到据点上课。这次还特别结合节庆，由老师带领长辈们制作小天灯，让他们动手涂鸦，各自完成作品。拿着4000笔，专心低着头作画。高雄市林雅区英明里的社区长辈们，每个礼拜固定2天都会到据点里上课，不仅让长辈走出门，也改善了失智的状况。很开心啊，因为这里大家都在一起，好高兴哦。究竟也不知道说，据点一开，反而那么受欢迎。然后长辈是一直来，从以前到现在都30几个都没有再断过。开设这个据点，就是让这些长辈他们能够从楼上走下来。他们下来的时候，就是第一没红骗你嘛，第二因为当预防失智，然后第3就是我说的促进健康，然后第4也可以多交朋友。来到据点里与其他长辈互动交朋友，还可以透过里长精心安排的课程学习到不同的技能，像是元宵过后，老师就教导长辈们制作迷你的小天灯。天灯它有一个那个名字叫孔明灯。我早上也跟长辈分享说，为什么叫孔明灯？因为孔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一个神奇人物。那我们做这个孔明灯也是一个天灯。也是让长辈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许愿，就是许他们自己说，希望他们自己身体健康。专注的用不同颜色填满白纸，各个长辈们都有不同的想法，发挥创意，做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很好啊，我们都很高兴啊，在这里手都有动，手动很多，在家没有。老师教我们啦，一步一步，你看我们都画的，他说这个要画满，我们就一层一层。经过一上午的努力，大家都开心地拿着自己的小天灯展示，摆出最美的 pose， 与社区据点的好朋友们留下快乐的回忆。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1930乌山头日文版的赠书仪式，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代表透过线上的方式赠送500本给日本金泽市。这次透过虚实交错的画面来完成赠送的仪式，同时也缅怀伊东哲131岁的名旦。1930乌山头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出版的青少年绘本小说，书中以嘉南大圳建造者八田羽一与表侄伊东哲作为主角。书中叙述了两人建造嘉南大圳时期与大圳女神相遇的奇幻故事。全书透过伊东哲的画作《嘉南大圳工事模样》，描绘了1920到1930年代的各种工程人文风景。1930乌山头就是以嘉南大圳当作背景所写出的奇幻冒险小说。我们原作者谢江怡女士不仅文笔十分出色，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八田羽一以及伊东哲在他的笔下变得活灵活现起来。那么加上大圳女神的串联，整个故事充满着热血以及欢笑，也让读者也会随着剧情的进展而一步一步认识嘉南大圳的建造的过程，以及嘉南平原的人物风景。原本全书以中文为主，但是为了让日本的同胞们也能一起欣赏这本具有浓厚历史情怀的绘本，特别翻译成日文后，在9号的这天，由市长黄伟哲代表赠送500本日文版的给日本金泽市。的追思活动，我在八田基市的追思活动里面也向你代表金泽市民向台湾的朋友表示我最深的谢意。谢谢各位至今仍爱戴金泽出生的伟人八田羽一。改めて金沢市民の代表として台南市の皆さん、台湾の皆さんに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市府特别挑在伊东哲的131岁名旦，选在这天由金泽市市长山野之一代表受赠，让伊东哲的后代与同胞们可以与我们一起缅怀他。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观众朋友们，听过捞面吗？捞面其实是干拌面的一种，把沥干的面条拌以酱料一起吃的料理。在高一附近就有一家专卖捞面的店家，用最简单的食材把这样的佳肴让许多人前来品尝。今天要带大家来吃面喽！这一家位在高一附近的捞面店，一直都深获学生们的喜爱。这碗捞面没有太过华丽的食材，不过好吃的秘诀可是都在老板独特的酱汁里面呢。在餐车创业的时期，其实还蛮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慢慢的做出一点知名度之后，那就干脆导向往店面去走，然后就规划了现在的店面这样子。其实捞面它是一种生面体的东西，它不是像一般我们传统港式那种炸的那种黄色体的面体，它只是算有点像泡面体的东西，但只是它没有油炸过，吃起来口感会比较 Q 弹，比较跟外面的市场上的面体会有一些区隔，所以才能够让大家比较能接受，因为它毕竟是新鲜的东西，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大家比较喜欢的口味就是以乐沙跟起司为主，因为毕竟乐沙跟起司在这两种风味在附近基本上是没有人在卖。乐沙的部分其实是我去找厂商去试料，然后慢慢的集结一些风味，比如说乐沙它本身要带一点点椰浆，也要带一点点辣，然后我就去找我喜欢的辣跟椰浆，还有我的乐沙粉。然后乐沙粉特色还有一般的乐沙粉，他们可能就是以新加坡的乐沙风味，但是我的乐沙粉会有
一点点咖喱的香气，就又跟市场上有点切割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我喜欢的南洋的辣，因为它南洋的辣会有点酸辣，然后再调和椰浆去中和掉它们的所有冲突感，去缓和，然后就衍生出现在的乐沙酱。除了乐沙口味是最多人点的之外，想不到起司竟然也可以跟捞面做结合，爱尝鲜的朋友也可以来试试哦。起司酱的话，我比较跟外面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们做起司的风味，他们会是用乳酪片啊，或者是起司条这些去结合成，让它有点牵丝的感觉。但是我的部分是做类似 double cheese 的香气，它是粉状的，但是它调出来的香味会比一般我们用起司去调出来的风味更强烈、更香、更甜这样子。越简单的东西，越能吃出它的美味。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样特殊的干拌面，那么这里非常值得推荐你过来品尝哦。记者许纯清、周辅庆高雄采访报道。北高雄有一家在台湾知名的画框经销与制造批发工厂，成立迄今已有数十余年，不只挺过对岸低价竞争的风雨时期，还不断的进步。因应市场及客户的需求，结合古典与现代的风格，让商品最完美的呈现，在南台湾画框界一直能够独占鳌头。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上千种琳琅满目的画框条，从生产木条、裁剪、组装，藉由多位艺术设计师及裱框老师傅为顾客亲自打造专属的个人化风格。我们有拼图的裱框，然后照片的裱框，无框画的制作，铝框也有，所有客制化的东西也都可以帮忙制作。不止如此，裱框的项目也超乎想象，从最基本的国画、婚纱、海报、拼图，到玉石镜、球衣、限量版球鞋等等，琳琅满目，叫人目不暇接。任何你想框入做人生记忆的物品，老师傅都会帮你做出最完美的呈现。跟老板做了10几年，裱各式各样的框样式都看到做蛮多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人就是做到像皇帝的衣服。气势比较浩大一点的，框样也比较大，那做起来都大概100-200公分，连我们自己都蛮惊讶的。运送它也是要用大型的货车去送，客人需要我们就会想办法去帮他做好。这家北高雄知名画框经销店也是制造批发工厂，成立迄今已有数十余年。老板恰好跟台湾知名海运同名同姓，也深感为荣，因为从创业以来一直秉持拼搏的精神。不只挺过与对岸低价竞争的风雨时期，还带领出一群子弟兵，不断的进步，因应市场及顾客的需求，将古典与现代感结合，把商品做出最完美的呈现，也因此在南台湾画框界能够一直独占鳌头。我们跟长荣航空、长荣海运呢，只是同乡而已啊。他是澎湖的中屯村，我们是港子村，很高兴能够跟他是有一个同公司的名字啊。然后我们台湾的东西我们可以客制化，大陆的东西它比较不能客制化，去不断的去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客人的需求。想要框住地球吗？没问题，甚至想框住火星、月球都 OK。把你最想留住的记忆带过来，老乡框店会还你一个人生最美丽的定格。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刘品言，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